们俩怎么谈恋爱的？我苗栗人，他湖口。哦，刚刚妹妹有你呢，姨太糖糖周边，周边，你记什么学笨哦？马英都会走笨。他是奶酥的粉丝对啊，我有1年每天早上一家之主都吃奶酥，然后他竟然不会胖。直到我跟他说拜托不要再点奶酥控就对了。为这个缺点啊，係強勢得啦。係啦。你講到睇地啲嗬，安尼時嘅感覺會就很好啦。應該做餅咁炒。誒，你很難貪心，你真係很貪心。姐姐先全部給我。阿曼你高姐夫你要。老婆教的。我版发了以后。我版发。你3个字讲出了多少辛酸？所以串燙係你走市府。阿基係做挑架。挑架。數千呢？6000呢？好好哦。就先就好似係貴下高分機。天哪，這個湯頭好清甜哦，完全療癒了我的心跟我的胃。Hello， 各位電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歡迎收看一家之主，我係民族，係鍾伯強。今日來到新竹，唐講啊，都江湖上有一件事情呢。開始講啊，吼，佢不講好朋友，也係講乜嘅講唔好嘅啊，全部來你一家之主來編。來到點啊，當來編。對，要合的，要分的，全部來這裡來。哇，清楚。希望有人摸來買個離婚呢，會很難處理。不是啦，這是英雄帖。哦，係啦，而家佢講到吼，今日20集就係安用嘢哦，因為一片係農場嚟挑架。一片係串燙的挑架，用夾沙咯。哦，有一些的叫做但是你唔是誰？因為呢搞不清楚就好誒。係啦。現在分享到今日評審現場，以前的分享到嘅係 Kitty Dragon 志六師傅。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志六。阿兩個好。再過來分享到係盧準備盧師傅。大家好。當然呢，分享到來自幸福嘅哈，佢哋用兄弟應該還是我的忠實粉絲哦。來。分享到趙真哥、老趙柔哥分享，哇！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哇，來勢洶洶啊！係咯，來勢洶洶。因為可能趙勳是來了。我跟你說，蕭正哥哈，他已經來觀摩這節目至少超過10次了。基本上我們有多少次來到大毛埔三元宮，他就來幾次。他根本就可以坐在導播的位置。又講哦。他就準備來贏的。所以等一下慢慢來了解一下。先來看一下，藍水今日分享到係虎橋嘅兩公婆，記得係千歡珍、翁水玉。歡迎！大家好。哇，感情動行。會客家團啊嘛哈。係啊。來先問看，亞拜祖孫看到你們是雙胞胎嗎？哦，不是，不可能一個單眼皮，一個雙眼皮哦。兩個泰國。哦，那泰國啊。兩個係老太啦。哦。喺東灣要計老太。還有一個老太啊。錯。搶教一下，人家就新埔菜天人嘛，哈。推薦一條好高好深好了一本你來參考好冇？劉家燜雞啊，同喺個對面咧嗱。劉部嘅。係，你係歷莊，又係歷史莊，好聽冇？東好聽啊。都好聽，好驚命啦！該係母親節些會獻號碼牌哦。買唔到，咁大家就說哦，我喺額對門呢，做小鎮嘅特別來聽呢。我做的，聽說是雞汁好 juicy 啊，真好 juicy，用在地嘅，個鐵塔會很燜啊。你把招牌啊，又燜。可是我跟你說，不管怎麼好吃，都沒有趙樓哥做好吃。對，那一場他是大廚，周家莊的農場。周家莊的菜。大特色就係現炸，全台灣唯一咧。對，厲害。藍水兩片係虎橋，虎兒。虎橋係虎兒，非常好食。樣板好食呢，其實佢做出來啊，係講虎橋做出來餅啊，哦，佢個係芋頭餅啊，香甜綿密啊，哇，想吃。非常係好食。本家哪個好廣東嗌你下，真有出一下好難受嘅。對啊，我超想吃。虎兒本身是虎橋挺有名。我問一下，李亞懂圈嗎？啊，你樓兩片懂圈嗎？方向不一樣，那我們就往那個方向去。交給新竹在地的，好不好？他下一次會帶來。講埋新竹東西，門一直錯咧。他說副配的，我傻眼了。所以好啦，小家安到啦，他的準備好勝利嘅從台嗰度比賽拼一下咧。我們就馬上先來進行體育館嘅挑戰。做下丟起來，兩喙要用粗排嘅方式，熱天彩色嘅蕎米流食材，
沙等我哋寒天嘅時間地度完成自天嘅料理，生了兩嘴為雕出物嘅想唔到嘅好明星呢，最精彩、最神奇嘅比賽，啱是就開始咧。踢館就嚟看到某種顏色嘅卡牌咯。哎，等一下，我手指嘅名人哦，也跟星座沒關係。命運、機會與未來。風色係主角出，相色係配出，跟風色就口梅普分啦。好，乾用嘅法呢 ，Andy， 先來各派一位來猜拳。哦，來，來，誰要猜？馬上來，這樣logo。好來，剪刀石頭布，一個溫紅人嘅。對，好啦。等一下，一人選一個顏色的。好，搶快洗了哦。好，來，不要讓人家看到哦。好，搶來一個恐龍。來，姐姐你也選綠色的。姐姐基本上是夫唱婦隨，夫唱婦隨嘛，同個位置啊。好來，啊，博謙搶開牌。嘿，番豆腐應該最好誒。番豆腐。小乾油。來，乜嘅？搬大家看。珍珠珍珠菜頭。我以為是珍珠美人魚。我以為珍珠奶茶的醬先嘅嚇嚟咧。好久沒喝。來，調咖搶開牌。調梅來。咖喱。咖喱。來，好，不錯，來，箭牌冇不應該看到哦。好來，好，咁演繹下，下好離手。來，兩搶開牌。我的鐵粉請開牌。馬改了。哦，上衝啊！哎，那比板條幅哈那好選呢。哎，被加入紅隊。直接換吧。啊，不行。哦，看一下，趙羅哥。很包菇，我希望是3杯的，好不好？口梅係馬改了。到，沒做對啦。做對啦。來，我們往右邊站。對，確定不換哈？拿回去。好啦，咁啊，等下哈，兩組都就該初試提上嘅60秒的時間做對用。來，先來問看啊，周家兩兄弟哈，今日代表規個幸福的周鳳年、朱鳳年都要特別拼。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哦！好，來看一下藍水聊天，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！兩隊隊員準備好勢，然後就來進行踢館嘅挑戰咯。哦，周家兄弟然後來表演呢哈。平常是到農場要強下煮菜嗎？馬沙附近係馬街跳。他婆婆來煮好豆啦。啊，夠煮下豆。那弟弟當助手啦。哎，可是他們的鮮渣，我跟你們說，真的超好吃。上100幾樓時拿那個冰來，有沒有？我還。Give me hand you。我今天要不是我胃痛，我跟你說，直接打包帶走。我真的我當水喝哎。那剛好沒就食到個鮮渣誒果凍。凍皮片呢？凍。哦，你們的想法怎麼做？照燒啊？我這樣好不好？他做你說。依來先切好來啦，切好來，依然跪下煮。我有一個問題，因為生腸啊，看唔到用來處理，請問一下趙樓大廚哦，生腸我用來處理嗎？哦，我們這個用比較簡單的，只要炒啊，表豆就炒啊就會嗎？哎，好簡單的方法吧。啊，生腸係蟲的那一節啦。大腸就是沒有啊，我知道了。大腸後面只有母的才有。哦，我還是問專業的。輸卵管，真的。毛管安後你講的完全的不一樣。天的。生蟲只有馬油添咧。馬油啊，講嘅冇。我喺看我背生蟲哦，記得會先殺過水嘅。佢一面有殺過嘅。哦。哎，其實要拍小吃店的啦，哈。趙樓哥，你從細嘅就最不會煮嗎？啊，佢夫妻講法，細講。哎，寫全部唔會。阿曼你講呢？結婚了，老婆教的。我爸爸以後。我爸爸，你3個字講出了多少辛酸？我覺得好像是老婆唔會煮嗎？老婆未會煮。哦，老婆未會煮。讓他互相幫忙啦。好嘞，對啦。分工合作啦。韓國趙龍哥佢做出來上海半路出家，佢台灣嘅專業。喺台灣度嘅田子公司上班。哦，田子。科技新貴，好厲害哦。又啦，真的。好，我們等下再回來啊，哈。好。哇，阿哥，你有冇聽痛咯？來，你以為你長係大主廚長炒噶？哎呀，好像是哈。不卡，團堂開幾多年了呀？21天。哇！該不會是長結婚之後就開始咧？冇啦。他
我甲全糖地度的招牌菜的嘛该。旺铺，南炒米粉瓜啦，还有那个我们的蛋。韩国有非常的展掉啊，因为我刚刚看你一直在比战。对啊，那水牛记你还猜听你吗？你们俩怎么谈恋爱的？我苗栗人，他虎口。哦，刚才妹妹有理你。哎呀，你都在老技工。伊太糖糖周边，周边，周边，你记什么是变哦？马英都会走变的。出去吃冰认识他的。你看，跟老变就真的代表到周边。对，跟一人好浪漫哦，好浪漫，一只猴，一只猴。我超常吃冰，都没有人跟我同吃一碗啊。因为缘分还没到啊。所以文言跟个台服切好日猴，要有圣剑来着。但是我有个问题，珍珠萝卜啦，珍珠萝卜。它小看到呢，啊，等于是狗吗？有。买起来用卤卡切。哦，我用卤的係嗎？你就話嗰啲啲珍珠蘿蔔，跟住這樣細細條，咩咁麼啊啲又幾係好切，甜度咪好甜。一般嗰啲中條看到佢穿那個卤嘅，它排卤蒜絲啊，卤樣嘅。現在醃那種用嗎？是誒，每種東嘅卤咧材料未全部用呢個品種來卤。所以家下手就蕎麥，佢記得係咖喱，對不對？平常時就炒咖喱，煮咖喱啦。凍燒。他講應該是咖喱，做客家菜，必備下手肉。他是，因為咖喱那時節煮你嘛，周阿公給他煮。怎麼幹？因為孫子要吃。對。真的，我們家就是這樣。我爸爸在陳祥庸出生之前，哪知道什麼叫咖喱？不會是咖喱。這咖喱都有油吧？哈，你要乾煎還是加點油？加點油，加油才有辦法。這個是油。大家幫你老公加油呢。就已經加了，已經加了，我要加多一點，再多一點。好，先幫你炒一下，煎一下，看起來風吹又用來拍鵝嘞。好，我們先過去啊，好，來，是幫我。好，這就來。我寫馬煙，哪個他選？永遠點民主哦。總隊啊。李師傅 ，Hello Kitty。我先看一下哈。好，我其實可以洗。也冇炒香球，也炒香球我燙落。葉片那一邊都會油落去。這是什麼東西啊？油嘞，油下來落去煎。哦。要等佢煎金黃色，等夾過來，葉片先調味。對，照燒。我這個是胃的附件。可能唔辣。沒有油了。沒關係，這樣是夠。不要太油哈。然後炒必香來。但係米線啊，要人夾好，等我吃看咧鹹淡都會。也清後背，我放藥全部好起來，也等冰落去。那個白芝麻三的，蔥的冰蛋糕，安尼都好嘅哈。調味，謝謝。米酒。你要直接喝哦。給我15秒好不好？好，自己調到你啦。好，來。要試一下味道。試下米線就做得了哈。而家下去躺清楚嗎？有。好，所以趙老哥你主要都農場地位獨做大主廚，會做埋料理下檔呢。農場地好講究養生啊。所以它這個東西全部好簡單的放棄的。還有台灣用全部係模式該火鍋類的為主啦。好冇料健康的食材。好煎嚟炒嘅東西好燒啦。我做埋個為咗你一種想法，用兄弟向下做一個事業。他是奶酥的粉絲。對啊，我有1年每天早上一家之主都吃奶酥。然後他竟然不會怕。知道我跟他說拜託不要再點。奶酥控就對了。農場地好講究養生啊。所以它這個東西全部好簡單的放棄的。還有台灣用全部係模式該火鍋類的為主啦。好冇料健康的食材。好煎嚟炒嘅東西好燒啦。我做埋個為咗你一種想法，用兄弟向下做一個事業。最主要是講吼，喺政府要推個富力農村啊，喺個社區要發展起來，喺個本身自家要個熱能必須過啊，所以開始慢慢的轉型休閒觀光安尼啦。當然將了吃寬的像蒜片。我跳鹹也跳條吃寬的哦。好，來躺到冷水上去。大廚要求救嗎？會啦。
好，通关密语。主事来填收。好，听慢音呢？啥嘞？卢师傅。卢师傅。我填收嘛个，我看伊咧冻河啊。哎呀。那其实种味道有有点么？哦，好，就要梅头啊。厉害梅头了哈。好了，继续请开始。哦。有吗？有爱的味道吗？副教粉一点点。哦，咖喱美洲在唱副教粉哦。哎，挑选有唱。有唱的哈。好。风。加水啊。啊，伊都随意都伊咧，菜还蛮暗熟啊。大家不去注意下，豆腐剪不去擦擦咧，等下夹过来不去注意下，梅头好友。这改咗先改起来吗？我帮你拿。等下啊。嘛不去睇。睇過邊個？因為這是電磁爐，今係真緊的火。 OK。哦，啊，這樣會講政府呢？我媽媽90歲，常常都會說 OK。哇！啊，今年媽媽定義來報名了才比賽嗎？我去講佢咪同學。哦。誒。我多算了。年紀都睇來嚇，你來去講就講到冇講爭，爭先唔爭班。好了，變過來不去注意下。我電腦係安樣哦。第一其實不是勾芡呢，要是有梅頭咧。 会挺少，看起来很好吃哦。快注意哦，真的不好啦了。好，哎呦，要問問題冇最尾，你試下未攞試看。你一試下，你講緊手咪緊看，要注意下。所以我聽下有病痛。哦，文言哥，可是今日又秧哦，你帶那個穗玉姐的水牛街哈，再回去那家冰店。 感受浪漫氣氛，那可以順便載我回苗栗嗎？店結束掉。他倒退了，我可以這邊是鮮雜餅啊。哦，對對對，這邊買餅的啊。好啦，來倒數了啦。我給你貼下哈。好，我給你貼下。現場馬上來倒數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，馬上就來試試看下體館內部開密室開站掉咯。 好，兩嘴做出的料理，先來試試看那風吹嘅咯。哦，來來來，來吃看我們紅隊的。好脆哦。體育擺到一家之主咯，做的雪都上窗，今日用係照燒的鳳雪哦，一般都係頭油夠下豆，但是我覺得下甜的，其實正價嘅鳳梅下好選。廚師氣家吃用班咧？當好食。當好食。哎，錯。照燒的味道氣家有夾住嗎？有。平常時。 感覺你要上窗嗎？幾感性，我唔感性，因為我差唔多係實在，乜嘅肉類喺度下手先。哎，你會阿哥講，你會寫啦，應該是你要上窗哦，讀書會上窗啊。咩啊？啊唔過哈，我知道啊，上窗很不止我係豆腐。哦喲，我煎嘅豆腐真好食啦。打上來試看，來。來，哎，這個珍珠蘿蔔好甜哦。咖喱跟米湯你咪調凍好，最主要係加豆腐哦。 要煎起來安樣緊棒誒，東強意思。凍河蟹，但講咖喱做的凍河，它鹹的雪菜哦，也選得很棒。時間嚟拿捏了哈。好。好像，不過你再會煮，還是要食材好了。哎，好。等下就看下師傅到底下中意哪一組嘅表現咯，想看。緊張嘅時間馬上就會到了，先來請你啊子龍師傅搶本書。冇可能！等下看下啊，邊個搶不服輸？ 哇！各得1分，子龍哥搶公平。啊，我會先風吹，因為我做家嘅醬水又炒出來，緊炒緊甜啊，所以我先風吹，謝謝。哦，啊，冇講到攬出兩片哦，兩片都當好啊。所以風吹較一絲絲，我就先風吹啊。一絲絲天天啦，嗬。一絲絲啦，一絲絲啦。去談看下啊，邊個嘅想法？我嘅感覺啊，係講你一路問啊，因為講杏鮑菇切泡個上窗時那個切泡個。 太炒炒，梅頭好容易落去樣嘅，是正差到一啲啲啲小小嘅建議係。啊，唔過體育館兩樣算係清好嘅結果啦，嗬，個個得到1分哦。等下在下先休息一下，把大廚的身份先放下，品嘗一下另外一位大廚帶來嘅料理。子龍公帶來咩嘅好料嘅呢？看下來看下咯。師傅出題菜。好，子龍哥今日帶來嘅菜名係乜嘅？ 今日我做嘅菜係菜脯鮮鮭魚卷。哦，菜脯啦。哦。主要食材係有煙燻鮭魚，嗰個卵一粒，嗰個奶酥，蛋豆香鬆，
七元菜、紫洋葱丝，嗰呀黑糖银丝卷，嗰个萝卜干。哦，所以豆大你要做出来做咸的呀，做甜的啊？做甜的，尤其像四川的小点心咁嘅。哦，你的菜都很有创意耶。对啊。我大家看到银丝卷哦，可能想我剖一下，搞下炼乳。炸银丝卷加炼乳超好吃。完美。所以今天是这样的料理吗？我要今日冇用炸，我用料煎呢，早干煎，看冇有油。哦，它来冰下去哈。这直接干煎，低火干煎。是不用油，低温慢慢的煎到80度。还有一对。嗰个一下啊，来处理啊熏鲑鱼哈。讲下今日要萝卜干呢，我要先炒锅，我就炒一些辣豆瓣酱，搁一些糖。做乜先炒锅呢？因为今日做也算帮人的小点心。也喺少少炒好冰落去吧，我要吸到嘅面絲。哦，咁啊仲淡嘅。好。熏鲑鱼哈。2千強下哦。好，那先切好了，等佢煎。今日準備安豆哦。哎，這個有冰鎮過嗎？有，嗰一些蘿蔔乾。爆的時間係咪從爆酥許強唔？哎，那讓你煎起來哈。該不會等一下要炙燒呢？沒有，今天不炙燒，煙燻的我不炙燒。不過會上嘅就會炙燒一些，我看後生。有你有問題嗎？今天有好多大廚都在這。對啊，也可以推翻師傅的做法。沒啦，你是用高溜啦，又買其他的想法嗎？對啊，我比較好奇是有一些熏鮭魚，它是比較琥珀色，為什麼這個顏色是這個樣？現在摸恐龍的拍子哦，給它冷燻的方式摸恐龍。哦，燻不能放很重要。摸恐龍，所以個成摸上去會摸恐龍。哦。依個其實沒有差到嘅溫度。哎，溫度沒有，就已經看到全部好橘黃色，其實可能還有上一點點。哦。那種可能就小狗也好熟一點點的。哦。冰冰小學堂。所以你要散溫未做得玩其他的東西啦，對不對？沒做得，但是我建議啊，還係有一些煙燻的米絲，我看冇空啊，當然吃看呢就啲。然後我做，大家攪個麵包當狗嘅醬，一來已經油來哈。嗰個攪一奶酥落去，一些的鹽，一些就冇調到哈。哦，安尼就會。這種一般的水煮蛋嘛。對，一般的水煮蛋哈。鹹蛋呢？用鹹蛋會跳鹹嘛？會變超人啊哈。哎，很可愛耶。你很喜歡奧特曼，阿弟，你大阪的世界。不是我喜歡。香。對。我喜歡奧特曼，很難連結在一起吧？奶酥攪落來，明珠私底下很 man 的，各位。對，我都起重機啊。那個畫面不能想象。好，我哋就做得吐司呀，加上好的銀絲卷，攪呀。我有一個疑問，奶酥沒有烤過不香吧？我跟你講。要面包有一點溫度啊，抹上去，或者是抹上去之後再烤一下嘞。可以給我噴槍，可以再借我噴槍嗎？但是那你是看呢，真嘅米頭會冇重要。給他一個機會是不是？哎，本來一些，因為他是奶酥的粉絲哎。對啊。真的嗎？我有1年每天早上一家之主都吃奶酥，然後他竟然不會胖。知道我跟他說拜託不要再點。奶酥控就對了。對，怎麼想出來的？啊，也就會，也其實哦，也用出哈當簡單做啦。都不卡一般做，也係講傳統人客現點現做，其實都當夾啊。嗰個有當簡單，嗰個當貼片啦。啊，來自於哪一個菜系嗎？還是？也係算西餐的。我覺得像法式麵包的那種。西餐下午茶小點心。所以這完全是你自己想出來的。對，我自己想出來，但是斌哥說我來模仿他。有嗎？有。他剛明明沒講話。是只有身材才模仿吧？在說你是這樣。哦，但是我覺得這個是不是做在問題我橄欖油啊？我是蛤蟆火腿啊，那都可以變化。哦，可以做鹹的，可以做甜的啦。哦。啊，我也係酸拌鹹拌甜的啦。啊，你裝喺度當醬啦，宴客啦，也係講做冷盤了嘛，做頭盤。也係可以弄蔥啊，當後盤。我覺得這個真的可以炙燒哎，燻鮭魚又在上面。可以炙燒啊，可是我今天沒有準備炙燒的。哦，是沒有噴槍的問題，是不是？對，還有一塊，還有一塊，等一下再。我說燻鮭魚。哦，你要嗎？哦，要。可是我覺得三島香鬆，那麼熱。
那你等一下那一份就没了哦。啊，导播的啊，他才知道要 cue 哪个画面。你等下是睇讲讲。切眼菜客家人呢？哦，伊係擺飾用嘅，唔係豆豆油油啊用。赵楼哥看得很认真，我看你今年情人节就做这个好了。对啊，哎呦，都对了，都对了。大师帮我们指导。情人套餐的头盘，对，有些特别的节日的时候，而且要有爱心哈，哎，要爱心那就给我买啊。爱心不是重点吧？爱心不是重点。对啊，因为我也可以换别的。重点是要用心。对，要有心。哦，那个专辑叫做有心人士，里面做的菜脯熏鲑鱼卷。按钮就后塞喽。为这个节点啊，係搶蛇汁啦。係啦。你講喺地度嚇，安尼時嘅感覺會就很好啦。應該做餅咁炒。你很好貪心，你真係好貪心。所以串燙係你做師傅，阿基係做挑架。挑架，4000呢？4000呢？好好哦。4000燒好啲係貴下9分機。好，睇下來片上看啊，菜苗都乜嘅咧？菜脯熏鮭魚卷。好，睇下來吃看下咯。天哪，好多層次跟米口邊發哦，真的很好吃哎！你會覺得好像被開發了一個新的味覺一樣。加油，您整塊嗎？有。因為你情人節要做這個給泰做吃啊。來努力看看的哦。回去看重播。OK。兩套最厲害的所在就喺度。大紅嘅食材哦，看起來係各自獨立，冇加起來覺得就是本來應該就是這樣。為這個節點啊，係搶蛇汁啦。係啦。你講做喺地度嚇，安尼時嘅感覺會就很好啦。應該做餅咁炒。你很好貪心，你真係好貪心。咁我去水鐵樹嘅嚇，最尾啊，佢變開試飲菜啦，有成塔，變落去嘅口感啦，貴下是變香香。整個口感非常的好，把量兩盡，匹配很重要，從一龍沙區絕配，《神雕俠侶》50年了，你看50年哦，感情做得還安好哈，然後在下面又給我偷牽手，你看到，莫講啦，係啦，看到莫講，其實都使恩愛，先來請問下阿炳哥對了頭出來看法，你啊，提前菜配落去嘅。為下味道融合一下，動巧妙的地方。還有就是講台下的奶酥，遐的東西，但是結合了啲當作香味的東西，像跳下個就講的開發我們新的這個味蕾感哦，能夠動力去啊。好，觀眾朋友，按好食料裡面做的炊煙都養不砍，都不砍吃周寬吶。個 CP 傳水站，頭前呢你1比1咯，真叫表揚的發吼，然後好好拿出實力咯。馬上來進行水杯米館嘅挑戰。料理大鬥士，大家顧客都要算係自家嘅好美食。兩嘴愛啲限定嘅時間地度，用帶來嘅秘密武器，做出一出最戰鬥嘅世界料理。到底哪家嘅美食會較上癮呢？一家之主，Q 下來大鬥士咯！全台灣第一用鮮炸主題做主題就係朱家莊觀光農場誒，來看一下帶來秘密武器係乜嘅？鮮炸，即家曬鮮炸啊！可以直接吃的。烤叉，要有煮。我們從產地到餐桌，這個仲係鮮炸啊，也仲係鮮炸啊。哦，這個有沒有？這不是牛羊啊，那個糖葫蘆啊。糖葫蘆誒，廟會夜市走糖葫蘆誒。那個超好吃的。因為現在蛇歐鮮炸，蛇鮮炸。哦，應該已經擺看到誒。你擺看到啊？來，有冇帶來一個菜名係乜嘅？鮮炸蓋板條。做板條哦，幸福的民安山。哇，呀，等於老幸福之光，一個板條，一個鮮炸結合嘅，不給分數等於不給辛苦面子。係啊，其實我們是小蓋有秘密武器嘛蓋，他們家最厲害就係兩種。對啊，那你也要跑票了是嗎？這邊也很厲害，等一下我來打。來，這杯米館有信心嗎？
有，加油咯！好，接下就讲哦，咱最近咪吼调出来咪系沃卡的那种压箱宝，到底系嘛个呢？铁质的辣椒酱，哎呦，伊的辣度唔会当高，不过当适合大家来食。你辣椒酱哦，其实哦做咧做变化动豆，叫面、叫盘、煮菜。对，胃酸会好食。当然囡仔先爱该串汤食盘来食啊。今菜芒出来，去帮你辣椒酱是帮这些盘的。哎，真灵动吼，所以躺起来吼，台银设置都动好，韩国这个已经做过市场实验了，大家接受度非常高。所以今天我拿来做料理，全面按到嘛个喏。香辣客家炒板条。哦，你看，那些结合在地的特色的板条，来非常期待咯。等下夫妻同心，台上讲出来，有信心冇？有，加油！两队就已经准备好势咯，马上来倒算3、2、1，将开始喽！哦，13位喽！两组板条大对决耶！报告师傅，这2样呢，我可以吃很大碗，因为我胃舒服多了。哦，对。哎呀，那都是刚刚跟新鲑鱼的胃变好。整个好了。哦，然后鲑鱼变做胃药了。啊，胃药了。我讲实在啊。大摆那道新布最期待就是雪板条，真的。那道新布冇雪板条吼，拍落咧。真的，cái板条吼一定要落嘅客家有白香嗰嘅草料，很简单的，个人。工业想法，来看一下。这是什么？自己煮高汤吗？对对对。白汤是代表炖很久呢。哎，我哋全部用养生的料理啊。这是什么鸡啊？我用嘅猪肝嘅，骨头咧熬汤，骨头好加出味啦。好。啊，今日要做用板来结合了现炸喏。那你是讲吼，你高汤先装好，那有干肉，韩国加到个好养生的蔬菜那啲，把它加落去，等于有时候。是汤板条还是炒板条？汤板条，加盐进去。那为什么要鸡白汤？汤板条是要的部分啊。错。哎呀，又发现到是声音哦，给干肉好斯文哦，而且很静音呢，怎么会这样？一般来讲会很吵闹呢。对啊。没有，应该全部去骨的。去骨的了。我爱加下吼。煮养生的。还是加盐进去，其他东西全部加。哦。韩国加点高汤安烟梅。这道理就像盖奶酥，我说要烤。没有烤好吃啊，所以你大家不要怪我鸡肉一定要煸哦，不能用雪玲姐的标准哦。我今日係算養生的，養生的嘅經驗都冇煸嘅。對。我改下吼，阿哥當就信哦，那一本書本來看，係叫做人沃卡吼5代還是6代的這種故事。哇！5代的100年的歷史。哇！現在有100年的呀。這是家團圓啊。可以實際上係從水里哦。做水里起家誒，先生喺把子仲差唔多現場睇為水里，因為水里當本係食到現炸啦，喺薄荷時撈嘅水里頭蘑菇啊，專門菇現炸，因為現炸好菇啦。以及聲音哎呦，去那種記錄所有嘅沃卡加出嘅故事，好了不起哦。把它寫成一本書啊，把它記錄下來。但是它更有心是，一嚟也係冇嘢去傳下來，講下來，盡量都係學啦。過年做啊，都第6台咧，超第6台。又喊啊，因為他全部上班的哈，療業些又喊的鞋子嘎嘎棒棒。他們職人精神是沒有辦法一心多用。對。你看你要故意跟我聊天，他就跟你這樣子，不要害我們。破綻嘅感覺。那你要不要就先走？好了，先不給專心走一下。好，先走啦哈。阿姐，我要來咧。來，今邊我要炒你誒。冇 Q 用嘅板條。而家係。美濃該片沙哎，可是我好好奇哦，美濃也不是這個啊，這個就是有一些地方，台北的有一些，這個超好吃的，這個卡 Q 啊。可是我就是懷疑它有個名字，Q 加條啊，對，果條了，不是麵粉，因為就像是東南亞嗰邊就會用兩種炒果條，肉片，係嘛個肉啊，梅花肉，喺大排都會看到。大家用豬肉絲啊，你同埋個用肉片哦。佢度個要鴨。所以鴨不開炒板條。鹽巴。都一樣。也應該試下調酒呢。不是，我知道，我只要說給肉片有點。給點顏色瞧瞧。不是，有點鹹。有點味道本。因為是鹽去炒我較香啊，鹽用炒嘅炒過我有香味啊。哦。鹽要炒過當會。香菜咩啊？炒香菜一齊炒鹽。通常都會炒蒜頭跟鹽。蒜頭撈鹽。好多咧。
所以处理个肉片捞一般你还冇形容，个果条没冇形容。哎，这边配色台提多的老台噶，形容都能形容。但最不一样就是这个。慢饮座位来这位中，来做哎，来那文彦哥在家里是负责哪一部分？灶台音哈。哦。所以串烫系你做师傅，哎，佢係做挑架，数千呢，好好哦，秀天秀好日係貴下9分機。你要同你老兩幾位講出來嗎？所以前咧公爺樹天嚟啦，公爺樹都搞唔嘅大總管。他的隊長每天來配線哦。老實說，會不會偶爾把一些百元鈔就摸到幾講呢？來怎麼拿錢？錢票啦，沒有來百元鈔啦。家邊係蝦米哦。有皮頭香嗎？有。皮頭他講香哈。阿哥，你知道講頭到了我阿姐哦，最幸福嘅事情係乜嘅？你頭不要嗎？芒頭你頭兩子地啊。這個問題應該還冇發現到阿姐吼，突然間你跟我豎起來想為他，竟然給我打迷糊。所以等一下，別好之後要半條冰落去。哎，俺講阿哥你才冰落去。哦，其實這個順序阿姐繼續看哦。那這個也是自己做的嗎？對，嘅係嘅洋蔥炒。哎，洋蔥。哦，娘一定懂好食。炒米粉咩動做得咧？哎，炒米粉、炒麵全部都得。哎呀，一樣就一出菜咯。呢個東西嗬係20年前啦，我都賺開串燙嘅時節，一個人客結交我都要炒嘅。哇！我哋下炒到20年咧。哦，好正。但其實你地邊嘅東西嗬，配料啊，冇乜嘅東西，做一種刺嘅，用刺嘅都做出來是咁嘅。但地邊嗬，我撈係肉啊，肉撈辣椒可以講係一半。醬油啊，醬油還是要你這個。好，你幾個醬油我們先過去。這個要嗎？好，要。我們這邊家沒有第二趟可以回來。係啊，煮腳用腳的啦。不會後悔。等下呢都，聽人用的話，等下加一行椰酒。椰酒。係啊。好，大家個都進來哦。誒，你一片做乜嘅加水呢？水煮加鹽巴而已，就無負擔的料理。哦，那雞骨頭不能拿起來了嗎？熬高湯，沒有一直熬沒關係，有熬它比較會出味。哇，這個很適合我吃誒。哦，養生的，很養生的，養生的。我哋加咗香菇啊，啊，做乜嘅唔係加嗰種走嘅香菇呢？哦，走嚟，因為走嚟，它的筋膜啦，煮開了呀。所以要用上來。因為要係養生，所以但是要用起嘅。對，我發現養生餐好像沒有人用棗。通常用棗嘅，一般都係用新鮮的。我別香嘅時節用嘅係棗下。就只有別香，咱會用棗嘅，咱有香味啊。啊，你啊，就細細家就甜甜爸爸中鮮炸嗎？要緊學啦，水梨現炸。哦。後生嘅時節，因為俺有心想講，好，我要把這個家裡面事業傳下來。其實頭擺就是農業為主啦，哈。咱部落就應該社區是發展觀光啊，剛開始到了呀，水梨現炸對吧？可以發到產品出來。那去到後，非常難得就係講哦，越生人有心，其實冇效，係規模卡人強下做一件事情，對呀，都有這個想要接下來，唔想要變體嘅嗰種，傳承啦。天哪，這個湯頭好清甜哦，完全療癒了我的心跟我的胃。那這位將有賣冇啊？有賣啊，板腱100，我今日比較特別一點，半量還是買100。哦，你當我兄弟啊！那去到後，非常難得就係講哦，越生人有心，其實冇效，係規模卡人強下做一件事情，對呀，都有這個想要接下來，唔想要變體嘅嗰種，傳承啦，傳承啦，係啊。所以所以食菜千會同好之後啊，咋個呢？掰盤子哦，他應該不用再回來了。好，那就等它結合啊。好，所以你主要係用兩鑊，主要兩鑊沒錯，半條係你解到痛。這很健康哎，對於我這個胃痛剛剛痛完的人，這樣應該可以吃2碗。可以耶3碗做得。哎，那這樣是不是差不多？不如講速半條啊，速肉啊。係嗱，愛好咧哦，做得哦。
那赶快关火喽！好，我过去看咱水了哦。好，我们要上桌了。煮盒子走对了啊，哎，煮盒子走对了。那边好了。哇，两片没不差呢。我要吃，你要吃，马上给你吃。真的吗？你刚好改片3盘哦，两片我会4盘。那我试吃哦。来，先来吃一个。来，还没有那个。要看一个动物是。猫夫教粉呢？哎，芒夫教粉呢 Oh my， 冬葱哦。超 Q 哦。可能太长了，没有关系啦。那剩下的那条给我。那碗给你。所以应该还没就加香蕉哦。有。要给辣椒酱要赶落来。来。啊，刚刚有吃是给辣椒酱，给辣椒酱动物神。辣椒酱很多。然后你还不会打松，这个给我闻一下。是不是辣？但是我看起来感觉他们是甜的，没有到很辣。对他们感觉是甜的。然后是当然会辣，唔会啊，唔会甜辣，但是就是辣，有辣啦，跟我想象，但是冇讲嘛辣啦。伊食起来口感就跟那东南亚那种油条。很贵哈。好了，好了，我们去倒数喽。好，烟草马上来倒算喽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时间到，马上就来吃看下最杯面一罐，那副卡米西卡站到嘞。最杯面一罐两组都有默契呢，都会炒半条，不过半条溜溜的有检查。先来吃看下新埔铁山半条罗松，全台湾唯一的鲜榨农场。来 Q 下来吃看下。天哪，这个汤头好清甜哦！完全疗愈了我的心跟我的胃。牛的汤头係芒色色個，因為呢佢用骨頭天天去煲以外，現在嘅甜味要濃到啊地度誒，等於用水果入菜，所以呢佢所有嘅肉質每邊都看軟嫩嫩咧。鮮榨葉菜哈，是從3批都餐桌，哎用現係一條龍啊，一條龍也講低碳啊，無負擔的料理，健康養生。而且最重要不卡就是副圈的添。還是都叫功夫專門叫下農業企業。但我覺得他這樣電豆做的食到手越食出來香味，所以這種做法係非常厲害。莫加這個現炸做的下豆豆，我覺得會更厲害。煙啊是唔地足啦，好食就係加豆，而且係。油香辣的，係啊，真困難的。唔怕，因為講到板條吼，因為咱最做的咪係板條，而且梅頭看起來真緊凍香煙食咯，結果你食飯，誒，冇強壯嘅感覺，冇強壯嘅做法是冇強壯嘅口味。但是它這種凍香啊，好香哦，而且它只有辣那個，唔會辣到最明顯。趙樓哥，你是不是在揣測牛的做下來只會講？哦，有啊，互相交流啊，互相學習，互相才會成長。你是有拿手的醬料嗎？哦，我們就是以鮮榨為主的，就養生為主。咱只會講有賣冇啊？有賣啊，有。板腱一包，我今日比較特別一點，8兩還是沒買一包。哦，你當我弟啊？啊，夠真去動好功效啊！看，雖然愛用嘴上愛用功效，不過實力的部分，有些家都會先放養在富橋樓街，白煙水嘅，嚟品嘗50鮮。所以我做啲雪金嘅辣椒，不要啦。莫基隆山辣椒總經理厲害，除了講彈音色動好選，不會辣，電都係香，係啊，所以真的是兩下師傅應該新冠度有想法嚟，大家都要看哦。兩擺真緊張誒，我向師傅唔看，喺度討論呢，還蠻上好勢啊呢。這兩個有哪天天冇？有啊。哦哈，這兩個搶分數。Yes， 攬住一份。好，等下最末一票搶看啊，bingo。平手。俺個先講風吹那邊做乜俺冇設計誒，現在因為人家安尼設的是批了誒。有客家鹹菜湯嘅面線，當然當好。既然係養生，雞肉做唔得，向高溫進去煮必熟，我用大溫煎必熟。好，比如講，像係濕雞咪咁樣嘛，煮10分鐘，煎50分鐘，也係講煮20分鐘，煎半點。係，嗰個甜分會點多較甜，營養也有，溫度也好，嗰個口感也好。哎，整個就符合你養生啦，所以我會選擇蘭翠係安尼嘅原因。啊，選蘭翠係因為講，真然啦，就像
當有嘅特色，好，但是我知道講，呢種社會就蘿蔔乾嘅米絲係冇，係咪有比那些蘿蔔乾要較香？我唔知啦，因為我講人咧，那這樣半斤就變150咯，我講人咧喜好啦，哦，也做一個建議啦，謝謝，感謝。好，來談看一下阿炳哥。哦，因講很難得啦，其實來照相啊，喲，來像佢啊志龍師傅講嘅啊，我係感覺講，今年因為可能係用肉片，所以我冇時都感覺有嗰豬肉嘅嗰種感覺。其實一般我炒飯了，做鹹製咧三青肉。因為講三青肉生熱白嘅，且其實有咧豬肉嘅香味啊，咪有刺甜嘅，有老個梅頭啊、蔥肉係出來啦。好，呢啲片哦，即係用咧鮮炸啊，做幾個切架嘅咧風式啊，用養生嘅那種嘅風式，其實咪動好啊，兩片穿咗表現咯，動好。下面你期待當中嘅結果啦，吼，因為兩組真嘅都十分厲害，馬上就要頒獎咯。耶！恭喜恭喜！恭喜大家幸福的你呢，真的都會料理哦。比賽已經這幾次我們來錄，第一次出現平手。係啊，對，動難拼啊！好啦，兩組都可以得到2分，都可以提名。現在恭喜馮翠得到1000元的加彩金。恭喜恭喜！藍色嘅兩公婆咪係大跳名1500塊嘅加彩金。馬上來問看哪一個傳承嘅5胎嘅鮮榨農場嘅傳人之一咯，小鄭哥老太姐分享一下你哋參加心得。當感謝客家天時台啊，一家自主嘅大家嘅拍攝團隊吼，按當榮幸啦，我咪有機會來上呢天時台吼，我想呢下雪農教育吼，係當西鄉嘅時節啦，剛開始上大家要來推廣呢雪農教育，大家健康養生嘅吼。大家要喊時來嗌啲叫功夫，就家長來聊，希望睇自家。恭喜哦！周老哥，咪老太家分享一下。睇自家好啊！早先喺度睇部分要講睇嚟啊，我補充一下啊，你啊基本參加啲節目，你啊處事方面，每本我哋有請到嘅指導啊，嚟到好去改善嘅部分嗬，基本要可以講出來。喺準備時間啊，會這3晚後留意個月很好嘅水單出來啊！希望睇車架。恭喜！好，再過來問一下，今日嘅水玉阿姐，今日讓人老公窮下來哦，他們2個人的感情默契無法度講。你跟他私底下哈講，去到偏偏嘞，叫阿姐講埋。因為讀書較台渣啊。他說文言哥讀書好台渣，你們妹，真是功效啦，對不對？今天跟文言哥窮下來有嘛感想嗎？係啊，當歡喜，難得有2、3窮下來。嘿，阿有當歡喜有學到2樣菜，嘿，我可以說，稍微改變，我又一道菜了。哦，嘿，哎呀，拍個見都見過呢。哦，謝謝。係啊，文言哥，今日讓人不用窮下來，有嘛感想呢？非常歡喜，非常感謝，有機會可來到你嘅電視台，客家電視台。客家電視台對全世界90個放送，唔對啊？唔對啊！全世界都有客家人啊，60幾個國家放送。所以你看，你做啲風到60幾個國家了。希望大家講轉去嚇，電視看個連續劇啊，冇人中到啊！我啲客家電視台啊，一天內俾佢保存下來，俾佢延續下去。好，感謝。哇！最尾會幫你表示一下嘛，對孫女阿姐，盡管對哦，當叫冇講到誒。給我裝，拿一下，好聽哦，錯過就錯過咯，表示一下哦。你誒，等間卡梅拉關得嚟先，就去做啦。好啦，恭喜大家咯，今日嘅神情呢，代表個新埔菜啲人哦。做料理真勁係厲害一等讚嘅，不管係講自家嘅農場，也係講自家廠台，來到不管係富橋、新埔嘅世界，基本上是沒有雷電的啦。係啊，青菜稀都青菜好食。就算係強家食出到板條哦，國家福卡做出來就係完全冇強樣。所以今日歡迎所有嘅歐人哦，夾到報名參加比賽，展現亞福卡嘅好料理哦。冇錯，而家自助等到你，強下來都要到為分享亞故鄉嘅好美食，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我等你貼，等講到你貼咧，我冇看到你，冇看到你。